社会消息来关心，小鬼嘛敢伫阎王面头前唱秋，这是有人真好胆，伫台北士林地检署警察大楼外口乌白甲人泼硫酸。代志发生伫昨下晡，一个查甫人，敢若因为和伊的女朋友有妨害自由的官司，落尾趁女朋友和伊的老爸做伙来到士林地检署行法院出来了后，就甲人泼硫酸，互伊泼到的人家在送病了后已经无啥代志，即嘛怀疑讲出手的可能就是已经找前男朋友，警察当咧抓人。 涂骹看到硫酸的粉液，含停伫路边的旅行车嘛有互破到，越头过去看，边仔阁是台北士林地检署侦查大楼。这个破硫酸的嫌犯真正是唔惊死，因为伊就是针对一对爸仔囝来的。一个生出来的查某人，因为甲前男朋友互相过对方妨害自由，下晡爸爸陪伊去台北士林地检署开庭，出来了后，两个人离开大楼，阁行无偌远，就互一个戴安全帽的查甫人泼硫酸，带爸爸的胸坎甲双手受伤，生出来查某人是脚接偏，阁有手甲脚受伤。爸爸好痛哦，爸爸好痛哦！他那里有点不想听到哎，那个女孩子叫很大声，我们才听到，我们才出来看。真的，现在我还发呢，我真的现在还发呢，肚子就会烧，出来朋友。 现场的民众讲，泼硫酸的查甫人，敢若就是生出来查某人的前男朋友，因为官司的纠纷，查甫人专工走去地检署等因。本案初步研判，并非随机型犯案，且已由台湾士林地检署指挥侦办。本分局业已调阅录影监视系统，掌握特定对象，查办中。 警方目前已经锁定嫌犯啊，会赶紧甲查甫人抓起来，将代志查好清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